我来救你的。哎，我来救你的，撑着点哦，撑着点。不要了。哥，靠，叮当我撞死啊！我错一条。哥，哥，我以为死掉了呢。我错一条，我错一条。哎呀，囡仔你也可怜呐。我来救你的。我来救你的。哎，我来救你的，撑着点哦，撑着点。有人闭丝，你看，有人大小闭丝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哦，我血的力哦，刚说的啦，撑下去哦哈，撑下去，啊，撑下去哦哈，你得救了。我是香菜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猫咪都爱纸箱呢？有养过猫咪的应该都知道，猫咪这种生物就是非常喜欢纸箱。你可能买过很多猫抓板、猫跳台、猫玩具、猫床等等，都比不上它们对纸箱的热爱。那猫咪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纸箱呢？首先就是安全感，猫咪的天性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会想找地方躲起来，像野外的猫咪遇到天敌的时候，可能会跑去树上或是树洞里面躲起来；居家的猫咪可能遇到陌生人，或是刚换新环境，或是我开吸尘器在清地板的时候，纸箱就变成它们很好的藏匿地点。但有时候它们也会躲到床底下、桌子底下、床单底下，或是枕头后面等等。第二，逃避问题。猫咪和其他群居动物不太一样，它们如果遇到冲突，第一个想法就是回避。比起解决问题，它们更喜欢逃避问题。怎么听起来跟人类一样？那这个时候，纸箱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可以让它们用来逃避问题。它就是一个半遮蔽的空间嘛，好像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一样。顺带一提，衣柜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再来就是保暖，猫咪觉得舒适的温度大概在30到36度C。比我们人类还要高一点，所以它们也比较怕冷。那瓦楞纸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隔热材料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纸箱，猫咪就可以在里面很好的保存体温。如果是一个小小的纸箱，它们还可以刚好卷在里面，所以不只是纸箱啊，可能纸袋、塑胶袋、咖啡杯等等，看起来温暖小小的空间，猫咪都会想要进去试试看。这样看起来，纸箱对猫咪来说就是一个又舒压又保暖，可以玩、可以睡觉、还可以躲避的地方。哪一只猫咪会不喜欢呢？连大猫咪都喜欢呢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讨论你的看法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